行政院长杜英泰唔负书在违法，拿被立委发动弹劾。今仔日早起是去监察院，要求监察院团赶紧提出弹劾。除了行政院长，拿被嘛提案要弹劾总统赖清德，因为有人数优势，拿被是已经排这礼拜5要表决。 行政院杜英泰无负书在违法，那被立委进前已经伫市议会通过临时提案，而且监察院弹劾杜英泰，再结果直接到监察院要求赶紧提出弹劾。弹劾顶前安尼内容嘛公开，讲杜英泰行为已经构成重大违法失职，严重破坏依法行政甲权力分立原则，影响宪政机关正常运作，请求监察院立案调查。没有依法行政的。 政府就是一个违法的政府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弹劾他的原因。民进党团绝对支持卓院长不复议的行动，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没有办法认同他们的作为。根据宪法征求条文，但是行政院长必须由监察院提出，经监委2个人以上提议，各经提案委员以外的监委9个人以上审查加决定成立了后，加弹劾案连证据以上点解发言审理。 院长怎么看蓝白今天要正式对你提出弹劾？经方会是行政院最重要的一个经济政策的平台，今天一整天这件事情才是对国家最有帮助、真正该办的事情。同款引起在野批评的，还有进前宪法法庭判决宪诉法受法违宪，包括蔡总统等3个大法官无出席评议，各讲宪法法庭的造成无合法。民众党团总调吴国昌质疑，府院捌请党政高层甲蔡总统沟通，已经涉犯不法关税罪，会去北检告发。在野嘛联合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，立法院评书院会23开会，调野原来有真重的火药味。那被人数优势，会摆案列入拜5的议会议程。吴国昌嘛进一步表示，未来会伫各县市举办说明会，一定每年5月20投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